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嘅阿明谷刘浩明。银幕嘅力量可以连接许多嘅心灵，尤其係睇我哋偏向嘅角落地方，嘛有許多嘅夢想同我哋音樂連拍起來。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我哋顏醫師，我哋嘅陳俊志醫師來到我哋現場，有同我分享講，而做乜嘅會睇我哋嘅偏向嘅六軌，帶領我哋嘅偏向嘅聲音呢，組合成一個合唱團，同時把一個聲音呢帶起我哋嘅世界。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陳俊志先生來到現場。陳醫師你好，主持人好，開卡後，我是陳俊志醫師，今天很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能夠來到客家電視台與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經驗，非常高興。歡迎我哋嘅陳醫師來到現場哈，我想請問一下陳醫師，因為當時你為什麼會想要加入合唱團呢？因為其實我們從國小、國中、高中一路都在合唱團的一個團隊裡面訓練，那其實一直很喜歡這種大家一起唱歌，然後一群人唱出一個和聲的這種感覺。所以上了大學之後，當然理所當然的就會想說去找合唱的有關的社團去參加這樣子。其實一定演唱團、睇下演唱冇共樣都冇好，但是這個唱團搞配演唱又完全冇共樣。那個時候你怎麼會想說，到六龜去組成一個合唱團，同時帶小朋友唱歌呢？我覺得其實人生中有很多的因緣際會。其實在16年前，2009年八八風災的時候，然後當時擔任六龜高中的校長就是我的表姐夫。那他其實在那個時候就希望說，能不能在我們的風災完之後，然後在學校成立一個合唱團。因為其實我們山上的孩子啊，藝術啊、運動都很發達，那很希望能夠在音樂的上面能夠讓他們有一點發展。然後也借由這樣子的一個方式，能夠忘掉當時八八風災所帶來的傷痛。所以那時候他就說，我們現在學校要做復健，小朋友的心靈上也要做復健，所以他們想說成立一個合唱團，然後就請我上去。那其實我當時也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好像很多的東西水到自然渠成。因為我從在大學念研究所的時候，就常常到偏鄉做醫療的服務。那時候有兩個很大的一個夢想，希望可以到山上開診所。第二個，我希望能夠在山上帶山上的孩子們唱歌。那個時候，我覺得可能就因為這樣子的因緣際會，然後就讓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能夠慢慢的成真。那簡單來講，我把第二個夢想已經成立了嘛，對不對？那第一個夢想有沒有成立？也成立了。所以我大概在10年前也把我的診所搬到山上去了。那我覺得其實當診所到山上去的時候，提供我們高雄偏鄉4個很重要的一個鄉鎮能夠很好的牙科的醫療，那其實是感覺到我們的一個醫療的一個旅程中，也畫下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這樣子。其實嘛，係冇艱難的一件事情了，因為其實你要放掉很多啦，放掉很多可能，這段時間可以喺平地地方可以得多一點名聲啊，但是你真的就要放掉這些，然後到我們山裡面去。但是我們的山裡面也有很多東西是平地得不到的啊。對啊，哎呀，其實主持人你剛剛這樣講，我其實是有點感動，因為我在山上的這16年來，在看診的過程中，其實我是越加開心。然後其實我雖然在山上帶合唱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覺得我的收穫更多，包括孩子們給我的感覺，還有對我自己人生價值的認同，或者是我覺得我能夠在山上做的很多的事情。尤其我在山上的文化學到非常多，包含了原民、客家，還有很多我們東南亞的一些文化。其實，在我的人生的一個旅程中，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收穫。其實一對位我哋講收穫來講嘅話，唔係真係用錢來可以去比嘅。可是可能貴到熱愛嘅部分，因為幾時人講有位姐夫希望講喺山上帶合唱團，佢幾時人有想到講。一下會去山上帶合唱團的話，第一有場地冇，第二有鋼琴冇，第三呢有沒有錢啊？其實我覺得當時候要成立這個合唱團，我的表姐夫跟主任跟當時的行政團隊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有了鋼琴啊，然後也買了合唱台。那其實我回想到當時八八風災完之後，然後我們到山上去帶合唱團了。結果3個月後又發生甲仙大地震，然後我練唱的那個教室瞬間成為危樓。那我隔天要去練唱的時候，那個地方是圍起來不能進去了。那其實我們就沒有練唱的地方，
所以在重新整建这个大楼的过程中，合唱团就像游牧民族，今天哪个教室有空，我们就去那个地方练唱。那但是经过了2年，然后在长荣基金会的一个协助之下，重新有一个长荣大楼的一个盖起来了。那个时候，其实合唱团的东西就慢慢的稳定下来，有钢琴，有唱台，有很好的练唱的教室。那孩子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做很好的训练。尤其是在地震之后的那一个修复期里面，对于声音来讲啊，他的心灵其实是很浮动的。可是幸好有一个那么固定的一个算是音乐的练习，算也好，算是大家在一起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也好，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小朋友的心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安定的力量。但其实我自己应该这么说哈，我从小在资优班里面长大，然后呢一路长到我们念大学了，念到高雄医学大学，其实身旁比较少有看到一些社会上弱势的一个例子，所以我到山上去的时候，我还记得哦，那时候发生甲仙大地震的时候，我隔天上去遇到我的学生，我学生居然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老师，我现在我可以从我家看到他们家。”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讲这件事情呢，就看到他家长怎么样了。但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是非常酸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反过来说，山上的孩子们可能某些层面上，他们有一点比较乐天的个性，或者他们觉得现在也还好啊，房子也都还在啊，多了一条裂缝这样子而已。所以其实我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自己也发想说，是不是我的人生中我应该要很珍惜我现在所拥有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说其实有时省发一种对比啦，对比过后我发现到讲其实可能各种有过多要求的事情，不是去想那么多，不会去设定那么多东西。但是你头有讲到，因为其实我哋睇山方的声音，然后虽然讲你的资质是比较好的，比如讲你的发声啦，你的那种，但是你的当初睇talk 嘅做个合唱团的时间，可以挑吗？可以挑声部吗？可以挑大家的声音的一个质地吗？山上的学生的人数很少，所以呢，只要他们有想要来，我们就一定练。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说会不会有遇到状况没那么好的？我觉得难免会。都是有了，不是每个原住民声音都很好啦。对啊，其实我们在山上也有很多是属于客家人，还有很多是我们东南亚的一些移民。那其实他们都各有他们的一个长处，但我觉得。其实这16年来在山上啊，虽然我们在带合唱团，但我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由他们唱合唱团的过程中，培养他们的自信。那看能不能把这个自信，把它移转到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现场教育现场上面去，让他们能够，比如说更加热爱学习，更加热爱上学，然后呢，在他的一个人生的态度表现上面更好。我觉得最终还是要靠教育才能够改变他们的很多的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社经地位，那么也许他就可以改变他未来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山上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除了是带合唱团让他们唱歌以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像我表姐夫讲的，唱歌唱好了，把这个的自信心，把它转嫁到我们的一个学习态度上面去，然后让我们的学习更好，教育更好，让我们在各方面的表现。就不只有在偏乡这样子而已。故事其实音乐变成一堆开始，好，有时间对音乐开始，你可能会对这个开始有痴心，然后同时间可能会在其他的学业上面，或者是做人处事上面，都开始会有一些自信的产生。刚才来讲的话，跟学生的去这边是自愿去的，还是被征召去的？一开始一定没有人想要来，因为可以玩就不要做。难的事情，那什么叫可以玩呢？社团课可以在操场上打球，那我就不要来练合唱团。所以一开始没有人要自愿，所以呢，当时是我们的表姐夫，我校长跟主任呢，他就找了一群人，他说这一群人是他精挑细选的。然后呢，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练习的时候，踏进教室哦，那我表姐夫就站在旁边说：“我帮你准备一个非常好的合唱团，可以开始练唱。”哦，我说真的吗？好棒哦！然后我就说，来，我们发个声一下，哆来咪发嗦发咪瑞哆，预备唱。哇，你知道我傻爆眼呢？怎么了？8部合音，什么音都有。我想说，我就看着我的表姐夫，想说，很好的合唱团，我的 OS 是很好的合唱团，怎么会是这样？然后后来我想说，好吧，我们还是得要继续下去，人都来了。结果发现小朋友也不会看谱，
然后呢，看哪一行也不知道，还看到那个弹钢琴的那一行叫做伴奏。结果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带，2个小时过去了，1页翻过去这样子而已，然后我就下课了。但我觉得其实下课的时候呢，我在校门口，其实我并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挫折，但是我其实看到很多的画面，看到我的学生放学了，然后背着书包，骑着摩托车叼根烟，我其实非常的 shock， 因为我身旁没有遇过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我就会想说，哇，那这些孩子他们以后的盼望是什么？他们以后有没有想要做哪些事情？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许我们的家长就会耳提面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做。但是其实经过了这16年来，我才发现，其实在我们偏乡的地区，很多家庭支持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他没有人告诉他们他未来可以怎么样，所以他们只好一再的复制很多东西。所以其实我那天最震撼的并不是上合唱课，而是我在门口所看到的那一切，所以我才会觉得蛮震撼。但我觉得其实孩子们，你说是被逼来的，但是练唱的过程中，他们其实也蛮开心的。可是按你谈后来就等于讲，其实声音的来到鸦片一开始可能唔适应，但是慢慢的还是有行上一条路。可是睇偏向嘅声音咧，开始學員講慢慢嘅上戲的嗰順勢嘅啲事情，其實冇到到嗰度問題。休息下喎，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來自我哋高雄嘅陳俊之醫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當初伊做乜嘅到我哋嘅六季我哋偏向去帶領我哋嘅聲音嚟組成一個合唱團。我想詢問一下醫生，因為頭先已經有講到講，這團聲音呢，第一次參加合唱團之後，其實你覺得他還是有一點收穫了，是不是？那可是接下來的活動呢？其實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去上了2次課完之後，當時的校長就告訴我說，9月開學，那我們11月份有一個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然後我就說，哦，好哦，明年沒有關係。我表姐夫就說，2個月後我們已經填好報名表了，那我們就準備要去比賽，趕快加緊練習。然後我們就這樣子練到比賽前的1個禮拜呢，校長就說，我們現在在一個週會的情況，我們唱給大家聽。說好哦，結果一唱完之後，很顯然的就是亂七八糟，小朋友會緊張，然後也會害怕，一清早唱歌喉嚨也沒有開。唱完之後，我想說校長應該會打消這個念頭，說啊我們就不要去了。結果表姐夫說唱得非常的好，我們下個禮拜準時出發。然後呢，我們就這樣到山下去比賽了。我永遠記得那一幕，就是我們如果去參加合唱比賽，我們就會穿的制式的衣服，頭髮用得漂漂亮亮的，然後還會上妝。當時我們學生我就一個交代，就是衣服上的每個扣子都要有，就這樣子，其他都沒有關係，我穿制服下去。然後呢，我們到了比賽會場的時候，一下遊覽車，每個小朋友一看完之後頭都是低的，因為每一個學校都是光鮮亮麗，那只有我們穿着制服下來，每個人腳上都穿帆布鞋。然後我永遠記得那一幕，要上台的時候，有一個小女孩，她就告訴我她不上去了，她不敢。那我就跟她說，台下沒有人啊。她說，老師你騙我，台下好多人。我說你都不要管，看我就好了。我就把她推上去，然後就上去比賽了。那張照片我都還留着。然後現在那個小女孩現在在醫大醫院當護理師，經過了16年之後，然後那一次比完賽之後啊，也真的很奇怪。宣布成績的時候，他們拿到了第1名，然後就拿到了原高雄縣的代表權，要參加全國賽。當時學校本來說唱完歌就要回家了，我就說不行，運動家的精神就是猜到最後，看評審怎麼給我們評語。結果那天宣布到他們是第1名的時候，你知道我坐在那邊看着他們這樣叫啊跳啊那個樣子，我心裡想說，這些小孩子在目前的一個人生裡面，他們什麼時候有為自己的一個成就
然后大声的振臂高飞、高声的呐喊那种感觉。那我觉得那一刻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不过其实那年我收到一个评语啊，他就说6位高中合唱团唱歌很有草味。那我就觉得看不懂这个评语的意思，草味是好还是不好？那不过就这样子，那个是我16年前的第一次比赛，然后孩子们的状态，然后我一直记得到现在。然后一路上当然慢慢的孩子们就会转变，慢慢的累积一些成就，包括他们舞台上的经验，或者是他们对于自己展现的自信心。那我觉得到现在其实，能够在各个很重要的场合，包括在我们的国庆大典上面领唱国歌等等，其实山上的学生不管哪一个族群，他们其实都在合唱的训练里面找到自己属于的自己的舞台，然后勇于表现而产生很多的自信心。其实也如果我改变他们也看到的心态里边，然后因为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小朋友因为透过了合唱的一个演出，然后让他们觉得说，哎，原来我自己是那么的，是可以去让我自己去受到别人的一种羡慕啦，而且不是只是说，因为别人有新鞋。别人有名牌的衣服，他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他也可以去得到别人的算是一种尊敬的一种目光。我觉得其实黑的归冲也有事情，但是我想问讲，其实你在山上的话，你只有带这一团合唱团吗？一开始是6位高中，后来宝来国中还有很多的学校，包含了我们台27甲线上头，新威国小、龙兴国小。还有老农国小、建山国小、宝来国小、新发国小等等。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校长都觉得，其实看到了孩子们在唱歌的表现上面很有成就感。然后另外一个是组成合唱团，其实是花费最低的一个社团，你只要有喉咙就可以唱歌，一台钢琴就可以。唔错。頭先有講到講，迄個禮拜就聲音嚟帶起我哋嘅紐西蘭參加合唱比賽，其實我哋有看到有樣片地步啦，但是我聽些上門嚟講，當初我想要把伊等帶去紐西蘭去參加比賽呢？因為其實在5年前我就已經帶了寶來國中的學生去南非參加世界合唱大賽，又參加了韓國的世界合唱大賽。那參加這個大賽其實都是國高中以上的。那我們在山上有很多的國小的學生，他們的哥哥姐姐們都去參加比賽。那他們在這個合唱團裡面，他們也很想要去參加比賽。山上的人口數降得蠻多的，所以其實很多學校裡面的這些學生的數量都變得很少。學生人少的時候，能夠唱的歌曲的精彩度跟難易度就一定會有差。所以呢，這一次我們去紐西蘭比賽，就是集合了各校的精英，組成一個連隊。就像我們棒球，這次去的也是各個球隊裡面的精英，我們挑選出來。然後呢，從少少的一個學校只有10幾個人，集合起來變成有50多個人的時候，那麼可以唱的歌曲的難度，可以挑更好的歌曲讓他們來做演繹。那其實我覺得他們也得到更多的成就感。沒有錯，而且我就感覺到地步印象規則嘛，講你這個你的唱國威方法唔像一般那個的合唱團，就是這樣子，站在那邊，然後開始唱，然後前面還有很多的一些鋪陳，甚至有一些隊伍的改變。剛剛想問一下講，當初這些訓練裡面，因為我想說合唱團的訓練對你們來說可能都已經非常熟悉了，可是這種隊伍的改變這部分會不會很難？我必須說這一件事情就是在山上，因為六龜這個附近其實是一個很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所以呢，其實我們這次帶這群小朋友集合成連隊去參加比賽的時候，我們唱的歌曲呢，有唱布農族的歌，對，也有唱客家歌，而這客家歌我們是把我們新威在地的新民莊調跟歌序採查，我們把它採集下來了之後，重新改編，然後讓孩子們變成合唱的曲目，讓他們帶上去。那其實我們也依據了這個歌詞的畫面跟它的意境，然後請舞蹈老師來幫我們說，我唱到這邊的時候，我可以做怎樣的變化？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我們的客家歌跟原住民的歌曲，對於外國的評審而言，都是同一種聽不懂的東西。那我覺得，如果增加一些舞台的畫面，他們對於這個歌曲能夠更加的認識或了解，或者是有體會，那麼我覺得一定會對於這個音樂的
赞赏度会加提高，而孩子们在表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趣。那我觉得过程是辛苦啦，要让我们的小学生这样变换队形，还有演练动作，其实没有这么容易。重点是做这些动作之前，他们的歌曲是要非常纯熟，不可以因噎废食啊。我动作弄好，结果我唱歌唱不好，那反过来的不对。所以他们歌曲唱好了再加动作。你刚刚问题是讲，从案呢先练习歌曲，好，再练习动作。那这样子前前后后花了多久时间？其实至少花了7个月的时间。那因为各个不同的学校，我们就在各个学校里面练习，然后每1个月集合一次。每1个月集合一次，大家，然后老师们就载着他们，然后我们找个中继站的学校，然后就到那边练习。啊，练习完了之后，觉得哪个学校要做调整，回去在各个学校再各自努力。那包含动作也是，唱歌也是。那到了寒假的时候，就为期1个礼拜的集训，然后大家就是反正寒假没事做啦，早上9点就来练到下午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练起来。等于讲一开始的时间，一张年100，好1个月一次嘛，好一直到后来到寒假的时候，才有比较密集的训练，然后就到纽西兰去比赛了。那这次比赛的一个参加的过程里面，小朋友的反应怎么？我先讲一个，就是要办护照的时候，办护照是一个很辛苦的，因为小朋友没有出过国，绝大部分没出过国，然后要办护照的时候找不到监护人，或者是监护人要帮他们带去做人别确认的时候，也有辛苦的地方。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看到那些护照，你就觉得你会难过，你知道，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其实过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办了起来了之后，弄好了，然后练习的过程中，还是要缴自费额。那自付额的时候缴不太出来的时候，学校帮忙张罗。我觉得要飞这么远不容易啦，对。然后其实我们也觉得小朋友很辛苦，可是其实我很感动的是，他们到了当地因为这个是世界合唱大赛。所谓世界合唱大赛，就是像我们的奥林匹克的奥运一样，4年办一次，它是2年办一次，所以世界各国人都来比赛。我本来以为我们山上的小孩子会很怯弱，结果到比赛的现场我觉得他们好勇敢其实多一点国外的场合里面，他们反而是可能是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勇敢，真的。然后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就说没有人知道你们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六龟在哪里，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唱第1首歌的时候，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布农族部落的画面？我们唱下1首歌的客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好像到了新民庄里面来了？我们来到了我们新威的这个部落里面去，我们想办法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就好，对。然后他们其实唱完了之后，全场如雷的掌声，其实我是很感动，很感动。另外感动的地方是我们会有跟其他的团做交流。我以为我们的小朋友不敢讲话，他们都准备了小礼物，每个学校都找自己的伴手礼。然后呢，表演完了之后就一哄而散学校老师带着他们去找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交换礼物，然后去聊天。我想说你们在聊什么？结果不知道，我们换东西。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我看在眼里，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就是说我们讲地球村的概念嘛。对，虽然我来自六龟，你来自非洲，你来自欧洲，但我们大家一起，对，来交换礼物，然后这个交流。故事一啲来自偏向嘅生意嘅地步，行业人嘅国际嘅世界，嘛喺外地國家嘅最好嘅推人嘅，就是下午下到節目嘛嗰度嗰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福起来嘅。我哋節目一開始，我哋觀眾朋友看到係我哋一排對六季來嘅聲音呢，睇我哋嘅紐西蘭參加比賽嘅一啲片段吼，啊，就想問一下我哋嘅意思，因為頭先有講到我一排演出的曲目裡面，除了布農族的歌曲之外，其實還取了一個新民莊調這樣子的客家歌謠。當初怎麼會想到要取新民莊調來當成你們合唱的一個曲目呢？其實我在山上帶的合唱團。我會依據這個學校他們所在的地方，他們的特色，所以我打個比方好了，老農國小在的地方，他們是屬於大武龍族，那我們就發展他們的大武龍的古調。新威國小他們所在的地方是新民莊，它是個客家的部落，所以我們就會希望能夠把客家的歌帶到那個演出的舞台上面去。所以其實呢，一開始我們帶了他們唱了很多林生祥老師的一些童謠的作品。然後呢，當時啊，就是我們的校長蘇芳校長，他真的很棒，他對於客家文化跟歌謠的推動不遺餘力，所以他其實當時他就跟我說，陳醫師，我們這邊是新民莊哦，新民莊要從我們這邊發跡，然後我們原唱也在這，阿嬷都在這，能不能試看看唱這首歌？哇，我說好，我聽看看。結果我聽阿嬷唱的時候啊，阿嬷到學校來唱，她唱完我就掉眼淚了。我心裡就想說，阿嬷這個聲音要怎麼把它留下來？然後他們告訴我，阿嬷的那個孫子也在合唱團裡面唱歌，所以後來呢，我們就把他的音把它錄下來之後，請我們的編曲老師，能不能依據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曲調，然後把它改成合唱的部分，讓我們學生可以來唱，然後就做了這件事情。好，那我們做這件事情完了之後呢，其實我們後來就慢慢把它帶上舞台上去做表演。那我也請阿嬷上台唱，阿嬷先唱一段完了之後，小朋友再加進來跟阿嬷一起唱合唱。所以那個時候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自己是非常的感動，而且我還記得阿嬷的孩子還從台北下來專程看這場音樂會。對，然後呢，這次要去參加世界合唱大賽。我每次出去做國外的表演，其實我都很希望能夠在我們當地的歌曲，我們把它帶上國際舞台。所以其實我就想說，那麼這一次我們能不能把我們客家的在地的新民莊調歌曲採茶，我們把它重新改編，然後呢改成一個能夠讓大家能夠聽得懂，然後因為喜歡唱我們這個合唱的編曲，而去找原唱的那個古調的唱法唱成怎麼樣？那麼我們後來就改編完了之後，就讓它帶上國際舞台去唱。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覺得很重要一點是，我們把這個古調把它保留下來了，我們甚至把它採譜把它保留下來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讓所有的小孩，有可能是原住民的，有可能是平地人，或者是他是一個外籍的一個小孩，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練習了這一首歌曲。那麼我們是不是間接就達成了這個歌謠的有序的傳唱？那所以我覺得，其實當時選這個目的，就是它是我們在地很重要的一個資產，一個文化。其實我哋新民莊調以前的各種模案的傳的話，可能都是在老一輩的人在裡面在這樣傳唱而已。可能假如中生代沒有接，下一代根本就不可能聽到這首歌。可是因為把它透過變成一個合唱的一個曲目之後，變成一個合唱的方式之後，唔單止客人可以唱。原住民可以唱，後路人嘛可以唱，可等於說無形中是把客家的文化，其實它的擴展面是拉到了最大，不是只是局限在說啊你是客家人，你應該講客家話，然後唱客家歌。他現在是他把它變成是一個大家都可以唱的一種合唱曲目的時候，就變成你根本就不分族群，它就是一首好聽的歌。對，因為我們這次去紐西蘭，除了小朋友的這個團唱新民莊以外，我們的另外一個團就是我的大學生的團。他叫尼泊爾合唱團，他們也唱了新民莊調，但是因為大人能夠展現出來的能力不一樣，所以我們重新又再改編過。所以如果要唱新民莊的一個主旋律，整個山頭的合唱團都會唱。所以我覺得就像剛主持人你講的，就是我們原住民也會唱客家歌，而我們的客家人也會唱原住民的一些古調。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讓我們的多元文化能夠在我們這個台灣這個海島上面能夠互相尊重，而且互相發揚光大，很重要的一個地方。其實亦都喺台灣講幾動人嘅地方啦，因為其實你看我哋去年嘅一啲算是世界十二強嘅一啲棒球比賽，
对有人讲了，像日本的一个球队来说的话，他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就是职棒的球员，甚至那个短头发你就知道说啊，他可能就是打棒球的。可是反观我们的棒球队啊，可能就是有那种绑头发的啦，有刺青的啦，有那种长得很帅像明星的啦，就是其实台湾的一个棒球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我们台湾的整个多元文化在这边共生共荣。互相去影响的一个状态。那警家在节目的最慢，想请问一下医生，对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我觉得其实我们目前在山上做的一些音乐教育啊，其实已经慢慢的转嫁到很多的一个学生的学习跟教育上面。因为其实我们在山上还有另外一个学堂叫做尼布恩学堂，所以他们国高中生在5点下课完之后，会到学堂去，晚上继续在那边上课，6点到9点。现在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很多人考上了大学，然后继续去为自己的未来都做打拼，而他们现在也都还在唱合唱团。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些从小一路从国小、国中唱合唱团的那个学生，我觉得我们除了在教他们唱歌以外，对于各种文化的尊重以外，还有就是要让他们人可以好好的，人可以好好的很重要。然后好好的状态里面，他去发展到他从国小毕业变到国中，他也好好的，然后他变到高中去。那么未来也许你不继续念大学，你去工作，那我觉得 fine， 但是你的人的状态是 OK 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唱合唱或者在山上做音乐教育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如果问我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山上的16年前，当时我去的第一批学生，现在已经有好多人回到学堂做帮忙。现在学堂的班主任也是我第2届的学生，所以我会希望在这个山头上面，喜欢唱歌的人，被我们带着的人，那他们未来可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回馈我们自己的家乡，然后把很多东西带给他自己的学弟妹。那学弟妹看到说，原来我的学长姐努力之后，他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就是在山上唱歌最好的一个蝴蝶效应。好多我哋呢醫生要講，好好的，因為其實像我哋可能睇山峰喺啲人，我哋呢生活其實用嘅個好，嗰時其實我哋可以看到生人嘅發展睇我哋睇下人嘅保護底下，其實每啲人都民意可能食得貴飽，同時嘛又可以休閒娛樂啦，甚至講有人歸來有人照顧。但是睇山峰有時就爸爸媽媽喺睇山底下工作，嗰時其實睇山峰幾度係純阿公阿婆去照顧生人嘅，嗰時其實有時嘅生意呢，身份沒有辦法好好的。好，嗰時其實可以透過音樂，可以讓一人睇成長的路上，唔單止可以生活好好，但是也還一般，他也是也不會受到各個不同的誘惑影響，他可以好的行到一條路。嗰時其實像喺頭上的呢，醫生跟我講嘅，什麼叫做他可以好好的？那撇開我們這個音樂來說好了，你也快退休了嘛？你退休之後要做什麼？我沒有想過要退休啦，只是說這個年紀應該是退休的年紀了。還好啦，因為我已經領到了工會發給我的 7的禮券，20年的了。20年了，好，嘿嘿嘿。但我覺得其實，我還是希望能夠繼續的在山上做這些事情，因為我覺得在山上找到一個被需要的價值。那我覺得這個需要的價值，並不是說我們在山上做多少的奉獻，我覺得不叫奉獻，不叫犧牲，但是我覺得是讓我自己成長很多，然後我得到很多的東西，然後我會更加珍惜我自己的現在。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其實我也很想借由這個機會跟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說，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很努力做什麼呢？找到自己被需要的地方。當我們找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呢，我們自己的價值就產生出來。16年前，伊啲人強業比也姐夫係以山峰去組成伊啲合唱團。但16年後，等啲山峰地步有幾多嘅聲音咧，嘛因為也要合唱一條路。唔單止過得好好，同時嘛可以幾多我哋偏向地步去帶領伊哋咧弟弟妹妹，無論講伊哋下一代，嘛可以行到一條好好嘅路。嗰時伊啲醫生伊可以去治療嘅，唔單止伊啲人嘅牙齒，伊嘛可以治療幾多人嘅心。今日感謝我哋最知欣賞的先生分享安精彩嘅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感謝大家。
休息一下，我哋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